说水个好，古精解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水，解水，解文水利。好比讲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，古精啊，我知北部广播电台名主持人主持下晡的时段，阿国啊名，甲你讲一个国，你拢叫伊讲国的，对，含头愈讲愈长。啊，我定咧讲伊，就是因为做人真好做伙嘛。迄天我入去到伊的办公厅尔，哦，遮大碗，绿豆饼拄出来讲，古精啊，汤匙啊就摕过来，磕落磕落。我讲唔通啊，讲兄你无看我穿长的，我惊等下会扫，免惊食饼过戏经。吼，啊，讲兄讲即个道具的，食饼的饼拄啊，甲戏经的经道具。我讲哦，这戏经是咱五脏六腑内底一挂门的经咯。啊，借问一下，啊，讲兄，这是医师讲的，还是药师甲咱讲？无啦，这我讲的啦。意思讲即句讲笑的啦吼。正讲健康，咱爱听专业人员甲咱教知识。啊，即句完全咧讲俏谈的，亲像有人咧讲食腿裤的通货咯，迄拢讲笑亏尔，社会咧流传。我讲唔通啦，啊，讲兄，我就真正惊讲吼，若久久少爱看医生，免惊结落行才来做亲情。即句我哪斗句的，我哪社会流行趣味的话，结落行，代志先甲办了，结落行就有通做亲情。当然啦，这咧表示啥？表示代志先甲做了，有啥物效果，咱才时到来担当。意思讲先斩离后奏，无要紧啦。哦，即摆汤匙啊，真正一直拄来呢，甲结落行磕落，我歹势，真正吼，头一喙甲磕边角，谁知影讲迄个边角伤大地，磕一个落落碗底，这绿豆喷起来，连遐汤水喷甲我一领衫呢，花巴里了。迄天我去穿白的，真歹运。我讲啊，讲兄你甲看，叫我食冰啦，但这领衫，都我兄去红洗啊！啊，免洗便宜上，换新，较袂互人看起。好朋友，这我咱社会趣味的话，我咱讲道具的，意思讲你若要煽动人讲，这间厝多久啊？已经旧啊，这台车驶久啊，已经旧啊，你得甲恁朋友讲换新，才袂互人看轻。事实吼。新甲轻要讲道具，这是趣味的言语尔。无影讲你用旧的，人就甲你看轻，毋是啦。人是条讲朋友中间感情交情有够，咧讲趣味的话，才会说咱咧一句，拢社会流行、奇卡的言辞出来，就咧趣味啦。